拜拜的话，他会心虚啊，哦，也不可能是牧师嘛。好，来，信徒，我们念作是，disciple 哈。我们知道信徒、弟子有没有？弟子、门徒都可以叫做 disciple， 就是这个英文单字的意思了。各位注意，这有点难记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说，嗨呀。这个有事弟子服其劳，对不对？有酒肉先生传，有事弟子服其劳，就是当弟子的人呢，要对师父非常的尊敬，不管师父给什么，我们都要捧在手上，对不对？就算师父给的是底赛，我们也要捧在手里，有没有？捧就是 disciple， 底赛马上给它捧起来 ，disciple， 好不好？猪食捧 disciple， 底赛马上给它捧起来，好不好？因为师父英文是对，英文是对的，对不对 ？disciple 就是。好，师父啊，不就是门徒的意思？因为我们是门徒，我们是弟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道题目，恭喜你答对，得到3500分的基本分数，请转盘。加油！耶！加2000，好，3500分加2000等于多少？5500分，目前累计分数1号同学4500分，2号同学8000分，暂时领先，3号同学依旧是0分。好，马上进入第2道题目，英文智慧王，请出题。好，我们看到了，通常在公园里面会有什么东西？哈哈，在 park 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哦？看仔细了，第1个单字，请出题。4个字母，请抢答。来，第2个字是 A 哦，不要跟我讲 PARK 哈 ，Park 我们已经说出来了，就是公园。我们有时候去烤肉啊，烤肉都会在我们坐在什么地方啊？来2号，台南的代表。LAW 什么东西 ？LAWN 什么意思？草坪。LAWN。恭喜你！哎呀，答对了哈！我们说烤肉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在草坪上面啊，然后就席地而坐了，铺个报纸哈。来，草坪我们念作是 lawn 就是草坪的意思啦。这一道题目，恭喜我们2号的同学得到的是1500分。来，我们看看，注意喽，第2个英文单字。5个字母，请抢答。来哟，最后一个字是 R，5个字母。注意哈，在公园里面，但是这个东西不一定完全出现在公园哦。哎，来3号张可清。BOWER 什么意思？凉亭。BOWER。所以凉亭里面会有椅子，凉亭我们念作是 Bower。B-B-O-W 这个母音发 ow，bow，后面的 er 也是母音发bower，凉亭。bower 就是凉亭的意思哈。来，很简单哈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坐在凉亭里面，为什么？因为下雨天都躲到凉亭，对不对？因为会闪电打雷，所以我们都抱着耳朵，有没有？bower 在凉亭里面都有 bower。那如果被闪电打到，就会 bower。就会整个凉亭就会爆耳，对不对？所以爆耳就是凉亭啊，在凉亭躲雨要爆耳，好记得了。来，这个题目，恭喜我们3号的同学张和清得到2000分，破蛋啦，掌声鼓励。来，注意第3个单字，6个字母，请抢答。倒数第2个字是 A， 来2号答案是 SEESAW 什么东西？跷跷板。SEESAW。哎呦，没有错，答对了。这个小朋友去公园最喜欢玩就是跷跷板了，你高我低，我高你低。跷跷板我们念作 Seesaw 就是跷跷板 C。再来的 SAW。AW 发 R， seesaw 跷跷板。seesaw 就是
跷跷板的意思了哈。洗手不要念作是洗手台，去专门洗手的，记得跷跷板。来，这道题目恭喜我们2号的同学又得到了2500分。注意了，机会题来了，好不好？机会题，也就是这一道题目的最后一个单字啦。8个字母，请抢答。无敌游戏王欢迎国小5、6年级的同学报名参加，除了有50万元奖学金之外，还可以获得温泉 SPA 招待券、精致糖果饼干组合等多项大奖哦！赶快拨打0951095581，我们无敌游戏王永远等你来称王。会题来了，好不好？机会题，也就是这一道题目的最后一个单字啦。8个字母，请抢答。来，第4个字是 N， 不要冲动哈，知道答案我们再按铃。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、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我们猜猜看哦，在公园里面什么地方我们会拍照留念呢？甚至有小朋友会偷偷跑进去玩水。来，3号张和清同学 FOUNTAIN，什么东西？那个喷水池。FOUNTAIN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哎呀，刚刚3号一按铃啊，2号同学就哎呀，你也想到了对不对？所以大家是这个突然之间呢、灵机一动，灵光乍现，就想到答案了，没有错，它就是喷水池啦。喷水池我们念作 fountain，fountain 就是喷水池的意思啦。好，这道题目恭喜我们3号同学得到的是3500分的基本分。3号张和清要不要翻盘，就看这一转，请转盘。加1000等于4500分，目前分数累计1号同学4500分，2号同学12000分，3号同学6500分。恭喜2号后来居上，目前已经来到第2名了。1号要加油喽！好，马上就被他们追过去了哦。来，下一道题目，也就是最后一道，请出题。哦，在素食店里面通常会有什么食物？注意，素食店谁都去过，对不对？现在早餐店也有很多是卖素食的哦，不是阿弥陀佛的素食哦，是速度的速，素食。注意了，好，3位同学，第1个单字请出题，6个字母，请抢答。来，第2个字母是 O， 哪一种东西？大家应该都看过了，我不敢讲喝过，因为有的小朋友不喝这个东西。来，1号同学，答案是 Coffee，COFFEE。COFFEE。哎呀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可以得到2500分。目前他的分数又追过了3号的同学。3号的同学，来，你本人喝咖啡吗？不喝。不喝，但是看过对不对？对。Coffee 就是咖啡的意思啦，很好记的，咖啡 coffee。好，接下来第2个单字，5个字母。请抢答。来，最后一个字是 D， 里面都是菜，很少有肉，有时候加点美乃滋啊，有时候加什么日式和风酱啊，对不对？1号要哦，来3号张和清同学 SALAD， 什么东西 ？Salad 沙拉。哎呀 ，SALAD。哎呀，你看2号同学气的哦，你看，来3号同学，恭喜你得到2000分，没有错。沙拉，好，我们怎么念 ？Salad 就是沙拉的意思，这也是一个翻译名词了，哈，很好记嘛。我们吃素，有的阿弥陀佛，他只能吃青菜啊，沙拉都是用菜做的啦。好，第三个单字，注意喽，9个字母，请抢答。来
倒数 Hamburger。HAMBURGER。哇，厉害了！哈哈，我一说9个字母，你就知道汉堡了。汉堡也是翻译名词，很好念哦。来，怎么念 Hamburger。 hamburger 就是汉堡 H A R M 发鼻和 M ham B B U R burger G G E R 也发同学注意哦，这边的 U R 和 E R 都发hamburger 汉堡。这道题目，恭喜你得到的分数是4000分。天呐，各位观众朋友，目前3号同学已经追过我们2号的同学，我们看看他们总积分，1号是7000分，2号同学12000分，3号同学12500分，以500分之差领先的2号同学。但是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机会即将出现哦，请大家好好的把握啦！来，第4个单字，7个字母，请抢答，不要冲动。倒数第3个字是 A， 请问又是3号张和清。Pottage。大声一点。Pottage。什么东西 Pottage 什么东西？是那个什么那个汤还是什么？什么汤？是不是？来自火星的朋友可能对我们地球的食物并不是很了解啊。Pottage。没有错了。来，浓汤，什么？